因为国际卡球总会伫昨昏是宣布，2030年的世界杯卡球赛主办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要共同主办。因为2034年是由沙特阿拉伯来主办，不过这嘛是引起人权团体批评，因为着惊2011年卡达世界杯各种人权争议会搁再发生。That the hosts of the FIFA World Cup 2030 will be Morocco, Portugal, and Spain. 国际卡总在去特别大会公布，2030年世界杯主办国为致敬100年历史，过伫南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甲乌拉圭办其中3场比赛。另外，2034年世界杯会由沙特阿拉伯主办，也好2022卡达办世界赛了后，隔10多年重回波斯湾。不过，这两届比赛拢遭到批评，有环保人士认为第三大洲办世界赛会因为另外计出来旅行增加大排放。人权团体也批评沙特人权记录非法。主席是为这批评讲好话。We are of course aware of critics and fears, and I fully trust our hosts to address all open points from this process and deliver a FIFA World Cup that meets the world's expectations. 根据沙特提交的申办计划，会向10个场馆其中新起8个，佮要建设基础交通设施，增加17.5万个酒店房间。佮表示会伫劳动法规之下请劳工。不过，人权团体认为，这无够来保护中东普遍大量使用印度、巴基斯坦甲孟加拉等外籍劳工。People will go to Saudi, they will see a bubble of what Saudi Arabia is, they will have all their freedoms and rights granted, and then leave the country and leave Saudi people and residents without any protection. 沙特因为过去人权记录受大量批评，国办环保、体育设备指控，这是牵涉国家透过办大型国际比赛来提悬名声的做法。沙国王储沙尔曼国爸表示，无容易互人安尼形容，应增加1%GDP 就好。不过今年进前申办沙国世界杯的负责人指出，沙国这几年来人权进步真多，而且是为2016年开始，不是为世界杯才改变。公司新闻单位简报。